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水銀，歡迎嚟到競爭者 Robot 上嘅射擊遊戲。今次開場係唔係好唔一樣呢？冇錯啦，我就決定重新整好我嘅 YouTube。由於我係香港人啦，普通話又唔係幾好，而呢以後呢，我都係會越用粵語，不過但係用書面語作為字幕。今次主題係同 KT 考官單挑。好啦，我哋事不宜遲，廢話唔多講，而家開始啦！係喎，喺影片開始之前可以先訂閱我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加入我嘅 Discord KT 團。呢個人啦，係 KT 嘅考官呢，亦都係我嘅同學。佢話第一場先同我打 SCL， 哈哈，手快唔小心撳錯咗小刀背刺添。喲，成功攞咗第一場嘅1分。果然係電腦玩家，太勁啦！竟然咁都射中咗，果然係我太勁啦！都係當我前面冇講過啦。攞到4分啦，仲爭1分。我都係太弱啦。第二場 DL， 不過我好弱啊。果然輸咗，不過我之後會努力練我嘅 DL 㗎。手震炸彈跳唔到添。喲，唔知道可唔可以贏咗佢呢？好槍啊 ！Yes， 打咗好多血，手槍一定要中。算啦，我真係好弱，咪諗住贏啦。炸彈跳唔成功啊！今次嘅目標就3分啦，睇下可唔可以成功。原來佢唔喺嗰度，喺上邊。目標成功咗，睇下可唔可以攞埋第4分啦。好啦，攞咗3分，其實已經好好噶啦。終於到最後一場啦，就係 SDL。What the heck？ 我點射得中㗎？唔緊要，睇一下咪冇咗。我明啦，喺我開鏡嗰陣，我就揈咗過去。感覺今次目標都係3分就 OK 啦。唔緊要，繼續努力。人體瞄邊大師。果然
如果你已經睇到，首先啦，我好感謝你用5分鐘睇完我呢段片啦。其次呢，如果你今次對我呢段影片有啲咩可能改進啊，或者縮圖啊，又點樣做好啲呢？你哋可以喺留言區度同我講，我會逐個留言去睇下呢，即係我之後都會覆返你哋嘅。咁今次嘅影片就到此結束啦。咁我之後都會出下一期嘅影片，歡迎大家嚟睇啊！拜拜。